咱感谢这4位因所做见证。我相信咱中间上这个和平使者的课是，毋那干那因4个这个见证，侪人伫这个小组中间，因拢分享因的这个见证。只不过咱无遐侪时间，会当一一伫这个所在来甲因录影来放出来。但是我相信因的见证伫小组中间拢有真大这个帮助。咱看因的见证中间，因有讲起因家己迄个无好的这个部分。然后因安怎得到改变？我相信你若敢将你的这个无好提出来讲的时，就代表你已经得到头棒啊。所以无说常常咧鼓励人爱做见证，就是你若敢讲出来时，你伫主的面前，你就当得到头棒。若无迄遐幽怨去束缚着你，咱毋通袂记咧讲，咱心中若有迄种苦楚，若有迄种无疗下的这个灵伫咧时。那迄种无好物件，就是伊会阻挡着咱甲上帝的即个关系伫咧。你所祈祷的无定上帝就已经无听见，因为你的罪已经阻挡着你甲上帝的关系。所以真毋望咱逐人每一个人常常若有这个好的见证，你的信仰讲到你的帮助的时，咱就会当常常来做这个见证。咱将即个一切荣光来归于上帝，嘛毋望咱逐人伫即个伫。和平使者所学习，今仔日特别结束时，毋是咱和平使者就煞，咱免做，颠倒即马才开始啊！因为咱已经学习着遮尔多的理论，遮尔多看去课本的，还是看人做见证，你游完你就开始要安怎来踏出你的步，伫你的生活中间，安怎会当活出来，成做和平使者？因为主耶稣互咱的祝福就是讲，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伊要称做上帝的囝。你可能感觉做上帝囝无啥物特别，因为我对早就是上帝囝，无即个是非常大的意义的。你若伫上帝囝时，表示上帝就要保护你，上帝要祝福你，上帝要引带你。你若毋是上帝囝时，你可能就暴露伫即个魔鬼的即个关系下面伫咧。上帝无办法甲你保护着，因为你毋是伊的，你无信靠伊啊。所以，真做上帝囝是一个真大的祝福伫咧。你以后真做上帝囝无？若是，你就要互人和平，就是家己真做一个和平的使者。当咱咧上即个和平使者的时，咱知影有4个字，就是讲咱当着冲突的时，咱人生活中绝对少做即个冲突的。每摆当着冲突时，咱爱去面对伊，毋通闪避伊。面对伊，佫是爱用和睦的方式去面对。所以教咱有4个字，一步一步落去行。头一个就是讲，你来应光上帝，一切目标拢提到伫上帝面前来。因为上帝是掌管万行事的，所以伫咱地面上所发生的，拢是上帝认为好，要互伊稳准伊发生的。所以咱在为中间伫遐来学习着功课。咱若毋是伫遐学习功课，咱颠倒伫遐埋怨讲，哪会有这样代志发生伫阮顶面时，是毋是间接你咧讲，间接你咧讲？上帝伊毋是美好的，上帝伊毋是无所不能的，上帝袂当掌管这项万能事，所以互这事发生。咱颠倒有这种疑问的产生的，所以这个课程甲咱讲的，你的冲突啊发生的时，其实是带来着好机会。什么好机会？你会当应神，你会当益人，你会当学参像基督。这咱基督徒的人生观就是安尼。所以，咱望这个学习中间的时阵，咱真正会当用阳光上帝做起头，做咱的根本伫个时，你就当继续换后面就当继续行落去。因为咱所挖嘅上帝是啊，大官兵的上帝，伊是美好的上帝，伊是信实的上帝，拢总无改变。这种的上帝，咱乃无通去挖去。咱伫地面上遐社会中，小小官兵的人，佮这个人佮无一定好，是只不过咱有代志要麻烦伊，咱就去甲挖去啊。何况咱这个上帝是美好的上帝，是世界上介大的权柄的，佮伊所有应允拢写伫圣经中间，互人从来无改变的，袂承认咱人一直改变，咱会袂去挖苦着伊。咱一切重心都要下伫阳光上帝做第二的时阵，咱要去解决这个冲突时，当然就要开始想起讲，咱家己的责任是甚物？因为咱常常看去别人的目睭内影茶，看袂到家己的。目睭内这草油，无看见家己目睭内这个影擦伫咧。互咱学习着讲，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有真侪偶像伫咧。这个偶像安怎产生？毋是讲咱讲你已经刻出来这种偶像，咱是讲咱心内开始有欲望，
即个欲望不管是好啊歹，好的是你爱用好的行，但是你若最后变做讲，即个欲望无得到满足的时阵，你就开始找足个理由满足家己。即个是我应该得的，这是我逐日得的这个，无得到袂使，就为着我想买，变做我一定买，得袂到要安怎？开始就论断，拢是甚物人啦？啥物人的原因啦？我袂当安怎？开始最后一步就开始安怎？开始反击，就只要处罚，即个攻击开始产生。迄就是咱的五常，即拢伫咱的心中开始伫遐来产生起来，冲突当然就发生。所以伫这课中间，互咱一个真徹底講，咱都要檢查咱家己。你有一個悔改的心，然後你開始自我檢查。自我檢查嘛，互咱幾啊項嘅，你去到真清定去看，看到最後知影是家己毋對是安怎，互咱一個真完整的種認罪，有7個 A。第二講，你愛認知影講，你到底即個對象，你愛認罪對象是甚物人？佮包括講，我伫即個中間，我知影所引起的即個效果是甚物無？我愛負的責任是甚物無？你有完全伫遐明白遮無？然後再讓做真徹底認罪的，毋是干那口頭簡單講啊，歹勢，對不起安尼爾，無，這是只無喙咧講啊定。你的認罪啊，像即課文中間所講的，真正進入到內底，深沉落去的即個認罪心。我相信咱甲上帝中間的認罪嘛是安尼。伫遐講到咱上帝是信實是公義的，咱若認咱的罪，就要赦免所有的罪過，啊，洗清咱一切不義。迄個認罪是啥？就是即個講即個7個 A 即種認罪。真正的認罪入去的時陣，咱是咱的部分，然後咱才有辦法去講到對方是安怎。咱毋通對方嘛會當了解講，伊佇這衝突中間的責任是甚物。每一項衝突絕對是兩邊攏總有問題，只不過百分比偌濟爾。你可能50，可能是90，有可能是安尼，可能是99+7，嘛是絕對對方有一個某種，兩邊攏有一個愛負的責任點。你要安怎互對方知影伊責任是啥？用疼心講誠實話，毋是你所知的疼心講誠實話。我去到噼里啪啦就一直講了，因為我出嚟疼心甲你講的啊，無伊甲咱講疼心的誠實啊，你愛互對方得到利益，迄才是講疼心講誠實話啊。你愛講造就人的話，迄誤會的話，一句都袂使講出來。所以甲咱講到3項條件，你愛用福音做中心，因為你要幫助伊，用安尼做中心，我才要去講即個誠實話。然後第二，你就愛緊緊聽，表示講你愛對這情形攏總互真了解。咱發現真濟，包括我家己嘛有可能攏會安尼，真濟代志，真濟人當着這代志時無辦法攏總全盤了解以後，就開始發表伊的意見。就開始攻擊，就開始啥？聖經甲咱講，你要講用疼心講誠實話，愛先完全的了解才會使講的。第二，最後一個講啊，講疼心講誠實話是用屬天的智慧佇遐講。就像是小師你有智慧，你要去講這項代志時，求主將伊該講話詳述互你，毋是照着家己的意思，毋是照着家己的意，家己認為安怎就去講。這才是講用疼心講誠實話，才對對方有所幫助的。但今仔日最後一個，就是佇兩三禮拜前，咱已經講過，是講這攏準備好啊。我用跟上帝做中心，然後我家己檢討家己，啊嘛對方的責任嘛有知影，咱開始來談要安怎會當解決這個衝突的時，咱講就講有只愛赦免，要赦免對方，親像伊赦免，親像上帝赦免咱共款。這常常是咱做袂到的，所以甲咱講到4個即個原則的，4個承諾的。你要做到安怎才算做赦免？頭一個你就是安怎，心內無常常要想起這，因為這想起就苦楚咱家己。你一定會記得，這是當然的，但是你毋通常常想起。第二，你毋通用這個話佫摕去甲吐，然後佫用這個甲攻擊。第三是安怎，你無去甲別人講這項代志。第四，你袂因為這項代志以後，引起恁兩個中間有種疙瘩佇咧，咱常常做袂到安尼。咱講我已經赦免啊，無啦，無啥物代志啊，無要緊啦，我袂安怎。其實咱心內完全無辦法行出來這4個承諾佇。咱可能是喙講的那點，甲咱講真正你要赦免人啊，做到安尼，你反正會想法咪啊？上帝人啊，有緣甲你講，好啦好，我赦免你無要緊，但是其實伊無，其實伊個想辦法要甲你處罰。其
其实佫去安怎去宣扬？你敢会感觉上帝是真正赦免你啊？当然是袂啊。共款，咱要赦免人嘛是安尼，所以甲咱学习讲安那，我们饶赦对方，就参照上帝饶赦咱共款。然后咱若咧想着要解决的时阵，两边的利益拢爱去想着。但今日最后一课是，你以后要去和对方讲，对方若不爱的时阵要安怎？这几个头前这个引言，就是咧讲咱拄则所讲的。当咱冲突发生的时阵，是看到上帝予咱的好机会，咱要照着圣经的教示去处理，得当应心益灵，甲家己学参像基督。冲突发生的时阵，爱应跟上帝最忠心，然后自我检讨，尽到互对方嘛当知影伊的责任，最后就尽力到和好。要和好的时阵，咱得先赦免对方。无论这个伤害偌大，咱就靠着上帝来帮助时，有拄仔讲的四样这个承诺的时阵，咱就学耶稣安怎来疗下咱，安怎甲咱和好。啊，伫前咱所讲用这个 pause， 这个英文是讲暂停。甲咱讲 P 就是讲你爱先准备心，然后你得爱 A 就是讲你爱坚固对方的这两个边的这个关系。毋是去讲要好，结果是要破坏。最后第三 U 就是讲你爱了解着对方的这利益是甚物。S 的时就是讲你是追求真创新的这种两边拢会当得到圆满的这种方法。第五就是伊就是 evaluate， 你爱去客观真迄个合理的伫遐评估到底是安怎。毋茫安尼会当互咱达到这个和平。但是对方若无愿意谈的和平要安怎？咱就进入到今仔日这圣经节，罗马人书第12章的14节到21节，伫这所在是保罗写罗马教会时所讲的。伫遐讲的这部分，其实伊所讲的这甲咱这和平书教真侪拢是同款的。伊伫遐讲咱爱安怎来做，不管对方安怎，咱拢照安尼来做。所以咱这所在咱分作5点，咱后壁要来看。咱先看讲，这个最和平的书教有遐尼容易无？我相信咱每一人拢知影，无容易。特别这因为需要两边两方拢爱共同落去努力才有可能，毋是干那家己一人努力就会使，对方嘛得爱努力。但是对方若固执要安怎？咱看耶稣甲咱的教示是甚物？伫路加福音第6章的27节到28节，伊讲：若是我甲恁得听的人讲，对得恁的。就听因，万分恁的就好款待因，软美恁的就甲因祝福，能力恁的就甲因祈祷。哇，这遮尔悬的标准，咱敢做到噶？咱家己无办法，但是咱靠神上就有办法。主耶稣甲咱讲安尼，对着咱的，咱就要听伊；万分咱的，咱真正好款待伊；软美恁的，你就要甲伊祝福；能力恁的，恁就要甲伊祈祷。这是主耶稣甲咱讲的，到伫即个35节到36节时阵，第二个讲，若是恁就听恁的对着好款待因，少人也无绝望，恁的报赏就大，搁恁要做至关的才会惊你，因为恁好款待蒙恩甲歹的人，所以恁就有怜悯，亲像你的爸的怜悯一样。为什么主耶稣会当安尼甲咱要求？因为爸就是安尼，因为伊本身就是安尼。伊已经行出来，互咱做咱的模范啊！所以以后咱嘛会当学参像伊安尼。咱靠咱家己无办法，但只有靠上帝。耶稣伫这所在甲咱讲是要互咱用上帝的方式，毋是用世间的方式。因为咱是上帝的囝儿，咱就会当得到伊来快来帮助咱。毋那伊安尼，保罗嘛安尼讲。保罗伫这个哥林多后书第10章的第3节到第5节，伫遐嘛讲，因为恁虽然伫肉体来行，毋是照肉体来交战。因为阮交战的器具，毋是属伫肉体，是伫上帝面前有气力教业，通来攻破这即坚固的营寨。既然这计谋以及隆重悬悬的面，所举起来阻挡人捌上帝，阮拢毁坏伊，将隆重的念头掠来，互伊顺服基督。保罗嘛安尼甲咱勉励，不管对方安怎。你就是爱顺服伫基督，毋通用肉体，毋通用你血气的肉体，用属灵的这种气力伫迄所在，特别拍破这个魔鬼黑暗势力的这种关系伫咧。而且甲咱讲，
咱会当成着和平使者的关键就是啥？因为咱是上帝的囝儿，然后对伊来的能力，换一句来讲，就是因为安怎，咱伫